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ctor。好多時咧就如果我哋身體有啲咩問題咧，醫生都叫我哋做一啲檢測啦，例如做一啲 MRI 啊、磁力共振啊，又或者 CT 電腦掃描，或者一啲叫做超聲波。其實我哋對呢啲名稱咧可能都聽過，但係實際對佢個了解咧又唔係好清楚。今日嘅影片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下究竟呢三樣嘢有咩分別啦，同埋喺咩情況裏邊用邊一種嘅測試。希望大家咧對呢啲咁嘅測試咧有更多嘅了解。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我個 channel 叫咩啊 ？Victor 多樂士。首先我哋講磁力共振，磁力共振嘅英文全名叫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， 簡稱 MRI。咁磁力共振咧，亦都有一啲人咧叫做核磁共振嘅。咁係一個非入侵性嘅檢查，冇輻射，用途好廣泛。原理咧係利用高磁場同埋無線電波製造人體嘅內部影像。咁 MRI 適合啲咩情況使用呢？例如中樞神經系統檢查，譬如腦梗塞啦、腦腫瘤啦、脊椎病變、腦血管畸形等，佢能夠清晰顯示咧組織嘅細節。另外骨關節、軟組織嘅病變啦，例如半月板嘅損傷、韌帶撕裂、椎間盤突出、肌肉同埋肌腱病等，同埋早期嘅骨挫傷。另外腹部同埋盆腔嘅檢查啦，例如肝臟、胰臟、腎臟嘅良性或者惡性嘅腫瘤啦，子宮、前列腺炎嘅病變。另外亦都可以評估心肌病變、心臟功能同埋血管畸形等。但係如果你做 MRI 咧，係需要注意嘅，因為如果你體內有一啲譬如心臟起搏器啊，或者有啲金屬植入咗嘅物件啦，例如一啲人工關節啊咁，都未必適合做磁力共振。當然具體你可以請教醫生。一般做磁力共振就會檢查人員會叫你瞓喺張磁力共振嘅床嗰度啦，咁會為你戴上咧一個耳筒，因為喺過程裏邊咧磁力共振產生嘅噪音咧係會影響你嘅耳仔嘅。喺檢查期間，放射師會指示你點樣去呼吸。一般嚟講，整個過程由15分鐘到1個鐘頭不等，視乎檢查啲咩部位同埋嗰個檢查嘅複雜程度。咁做 MRI 其實需唔需要打顯影劑嘅咧？其實一般嚟講咧，有大概60%咧係唔需要打顯影劑嘅。但係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咧，為咗加強一啲對比咧，咁醫生咧就會幫你打顯影劑。例如判斷癌症嘅性質啦，當打咗顯影劑咧，醫生可以比較容易分別到係一啲良性啦或者惡性嘅腫瘤。又例如評估血管嘅情況啦，當打咗顯影劑嘅時候，醫生就可以更加清晰睇到，譬如血管有冇收窄啊、畸形啦，或者診斷係咪有動脈瘤。相反，如果一啲比較簡單嘅檢查，例如膝關節、肩關節損傷啦、椎間盤突出啦、頸椎病啦、頭痛等等咧，呢啲咧就未必需要打顯影劑。電腦掃描簡稱 CT， 英文全名係叫做 Computed Tomography。佢係利用咗 X 光射線造影檢查方法，經電腦分析影像數據，製造咗橫切面嘅圖像，觀察內部結構，適用於唔同嘅身體部位。電腦掃描由於採用 X 光，所以佢會係有某程度嘅輻射。咁佢適合咩情況呢？例如有時醫生要快速判斷一個病情，例如腦出血啦、腦外傷、骨折、急性嘅胸痛，佢能夠快速確定病變嘅位置同埋範圍，可以為急救時爭取時間。另外一啲肺部嘅檢查啦，例如肺癌嘅篩查啦、肺炎啦、肺結核、肺結節嘅檢查，會比單單做 X 光更加準確。另外一啲骨骼系統嘅病變啦，佢可以清晰顯示到骨折嘅細微裂縫、移位以及骨質增生、骨腫瘤同埋骨質疏鬆等問題。另外一啲腹部嘅急症啦，例如急性嘅胰腺炎、闌尾炎，可以快速判斷病情嘅變化，亦都可以用於血管成像 CTA， 用於檢查冠狀動脈、腦血管、主動脈等血管嘅狹窄、堵塞或者畸形。由於 CT 係存在咗輻射嘅，所以孕婦或者兒童用嘅時候要小心，亦都避免不必要嘅多次檢查。當然，最理想就係諮詢醫生先至做呢個 CT 嘅檢查。一般做 CT 都要打顯影劑，大概有6到7成咧係需要打嘅。
打咗顯影劑主要作用係提高唔同組織同埋病變之間嘅對比度，例如喺血管，你會清晰睇到佢嘅形態啦，有冇狹窄啦、擴張啦或者堵塞。又例如好多腫瘤炎症，如果打咗顯影劑之後，就更加清楚顯示佢個位置啦、大小啦、形態啦同埋血供嘅特點。相反，如果係一啲骨骼嘅檢查，例如評估下骨折啦、骨關節嘅脫位啊、骨增生啊、椎間盤啦，呢啲就唔需要咧就打顯影劑。另外一啲泌尿系統嘅結石，例如腎結石、輸卵管結石，又或者係鼻竇、中耳炎嘅檢查，呢啲就唔需要打顯影劑。當然最後一定係由醫生決定需唔需要打顯影劑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講一講彩色超聲波，簡稱彩超。彩色超聲波嘅原理係利用咗超聲波嘅反射特性，探頭發射超聲波，並接收人體不同組織嘅反射嘅回波信號，通過計算呢啲回波嘅時間差啦、頻率嘅變化，區分血流方向同埋速度，最終生成黑白嘅組織解剖圖像同埋彩色嘅血流分布圖像。由於超聲波係冇輻射嘅，所以比較適合做婦產科嘅檢查，例如孕婦初期檢查胎兒嘅發育情況啦，排查下宮外孕、卵巢膽腫、子宮肌瘤等婦科問題，亦都好適合一啲腹部器官嘅檢查，例如肝臟啦、膽囊啦、胰腺、脾臟、腎臟，去檢查下有冇脂肪肝啦、膽結石啦、腎結石、膽囊等常見嘅疾病，亦都可以用於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啦，例如評估下心臟結構同埋功能，診斷先天性嘅心臟病、心肌肥厚，亦都可以檢查頸部動脈、四肢血管嘅斑塊、狹窄同埋血流嘅異常，亦都可以用於甲狀腺、乳腺、淋巴結、眼球等，可以篩查到甲狀腺嘅結節啦、乳腺增生或者結節啦、淋巴結腫大等問題。由於超聲波係冇輻射同埋唔需要打顯影劑，操作亦都比較靈活，比較適合孕婦同埋兒童。相信大家對3種嘅唔同檢查方法咧都有基本嘅了解。咁我都總結一下啦，其實喺咩情況用咩檢查係比較理想？嗱，第一，如果 MRI 嚟講咧，佢本身係冇輻射嘅。MRI 檢測嘅速度咧通常比較慢，但佢嘅準確性就高，所以比較適合一啲譬如係腦梗塞啦、腦腫瘤啦，又或者好似一啲半月板嘅損傷啦，或者一啲癌症嘅篩查啦，同埋一啲心血管嘅病變問題。但係要留意，如果體內有金屬或者心臟起搏器，呢啲就未必適合做。而 CT 嚟講，本身咧佢係會有輻射嘅，但係佢個好處係快速可以診斷，例如腦出血啦、腦外傷等或者骨折，都會比較快可以知道嗰個位置啊同埋病嘅情況。由於 CT 係有輻射，所以孕婦、兒童用嘅時候就更加要小心。而彩色超聲波嚟講咧，佢比較方便去做檢查啦，亦都冇輻射嘅。但係佢用於檢測嘅限制性就比較大，唔係任何部位都可以用到。如果喺香港做嘅 MRI 或者 CT 檢測啦，動輒都要700千或者過萬。而我最近喺深圳一間叫美年大健康嘅檢測中心咧，做呢一啲咁嘅測試咧，講緊都係幾百蚊嘅啫。而佢哋用嘅儀器都係一啲出名嘅牌子，例如西門子啦、Toshiba 啦或者 Canon。做完之後都有詳細嘅報告同埋醫生嘅講解，我自己就覺得性價比好高啦。可能好多朋友對體檢仍然有好多問題，所以我哋特設咗一個 WhatsApp 群組俾大家諮詢同埋有優惠。咁大家可以掃右邊嗰個 QR code 啦，加入群組，咁可以喺裏邊諮詢同埋可以攞到優惠。大家亦都可以去美年健康嘅官網嗰度睇下有啲咩健康套餐啱大家。美年健康嘅連結我已經擺咗喺個回應嘅置頂嗰度，大家可以撳入去選擇有啲咩套餐啱大家。如果係啱嘅，就可以擺喺購物車嗰度。嗱，記住，當你結算之前咧，我會有個優惠碼俾大家。咁記住咧，擺個優惠碼落去咧，就會有減免噶啦。優惠碼就係呢一個，你哋記住啊。好啦，今日呢條影片去到呢度，希望幫到大家。